Wait a minute, Doc.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it's 8:25? Precisely. 歡迎大家嚟到大龍鳳影畫頻道。今日我哋嚟講一套經典電影《回到未來》（Back to the Future）。假如你有機會穿越時空，你會選擇改變過去，定係尊重現在？今日帶嚟一部引人入勝嘅經典《回到未來》，主角 Marty McFly 由 Michael J. Fox 飾演，喺朋友 Doc Brown 由 Christopher Lloyd 飾演嘅幫助下，乘搭時光機返返去1955年，展開一場驚心動魄嘅冒險。大家都想改變過去，但又有幾多人會諗到咁樣其實可能會影響自己嘅存在？Marty 無意間改變咗父母相遇嘅命運，面對住一連串搞笑又驚險嘅挑戰，佢需要用智慧同埋勇氣挽救返自己嘅未來，令觀眾一齊思考：你願意點樣可以掌握你自己嘅命運？一齊嚟感受呢段跨越時間、尋找自我嘅旅程啦！故事發生喺加州，主角 Marty McFly 係一個10幾歲嘅青少年，佢熱愛音樂同埋滑板，但係佢嘅生活就有啲平淡。面對住家庭嘅期望同埋朋輩嘅壓力， Marty 就覺得有啲迷茫。佢嘅好朋友古怪嘅科學家 Doc Brown 總係出現喺佢身邊，帶嚟無限嘅奇思妙想。Doc 就發明咗一部可以穿越時空嘅汽車。佢以一部美國改裝嘅 DeLorean 做時光機，並用閃電做能量來源。呢個時光機唔單止係故事嘅工具，仲係媒介。幫我哋比較兩個唔同年代嘅美國文化，從社會規範、科技進步、流行語到核心價值觀，都可以喺佢身上見到佢差異。當 Marty 意外返返去1955年，最先感受到嘅係社會規範嘅強烈對比。1950年代講求傳統家庭結構、禮節同角色分工，男士多半扮演家庭支柱，而女士嘅社會期待更偏向溫柔同照顧家庭。Hey, I've seen this one. This is a classic. 對比1980年代更強調個人主義、追夢同自我表達， Marty 喺1955年面對嘅禮節同埋社交邊界，令佢顯得格格不入。科技方面，電影將兩個年代嘅差距呈現得好鮮明。1950年代嘅科技係機械同日常家電，亦都有好多手工同面對面嘅互動。而1980年代已經開始感受到個人化科技同埋流行電子產品嘅影響。雖然距離依家仲有啲差距，但係對 Marty 嚟講，1955年嘅無線電、留聲機同埋電話線都顯得原始。DeLorean 同時光旅行嘅概念就反映咗1980年代對未來科技嘅幻想同埋焦慮。喺語言同埋俚語層面， Marty 嘅口頭表達同1950年代嘅用詞亦都產生趣味嘅衝突。Tab. Tab? I can't give you a tab unless you order something. All right, give me a Pepsi free. You want a Pepsi, pal? You're gonna pay for it. 1950年代有一套更保守、簡潔嘅社交用語，而1980年代嘅青少年俚語、搖滾文化同更加開放嘅語言風格，就令 Marty 嘅言行經常帶嚟驚訝同埋誤會。電影利用呢啲語言差異製造笑料，同時顯示語言點樣可以反映時代心態。另外，價值觀嘅轉變都係成套電影嘅核心隱喻之一。1950年代重視秩序、勤奮同社會體制嘅穩定，面對反叛或者一啲非主流嘅行為，通常都會比較排斥。而到咗1980年代，社會開始鼓勵個人追求夢想，重視自我實現。Marty 就見證住年輕嘅 George， 即係佢爸爸，由一開始嘅自卑到後來嘅鋭變，
正好呈現咗從傳統期待到個人覺醒嘅過渡。電影高潮就喺舞會嗰段，唔單止係愛情修復，亦都係文化碰撞嘅高峰。搖滾樂喺保守嘅1950年代舞會引發震動，音樂就成為咗跨年代溝通嘅橋樑。呢一幕強調咗流行文化點樣可以推動社會變革，由服飾到舞步，細節都反映咗兩個年代審美嘅唔同。翻返去1985年之後，Marty 就發現咗家庭關係同生活態度都產生變化 ，George 就變得更加自信，家庭互動都更加開放。呢啲轉變就反映咗整體文化從保守到開放，從集體期待到尊重個人選擇嘅演進。呢套戲雖然係一部娛樂片，但係透過時光旅行嘅裝置，帶觀眾反思文化點樣可以營造個人，同時提醒我哋每代人對偶像、科技、語言同埋家庭嘅了解都會影響下一代。總結嚟講，回到未來唔單止係一個時間旅行冒險，佢亦都係一面鏡，令到我哋可以對比1950年代同1980年代美國喺社會規範、科技、俚語同價值觀上嘅演變。透過 Marty 嘅視角，我哋可以睇到文化點樣影響人嘅行為同選擇，亦都反思自己喺時代變遷入邊嘅位置。如果你中意睇文化史同埋電影點樣呈現社會變遷，呢套片絕對值得再睇一次。感謝大家收睇。如果你對其中一代文化特徵或者有啲咩興趣想深入分析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下次見。